这声音一开始很正常，只是慢慢变薄，像温度下降时将花塞给壁。一个被降噪处理，情绪被标准化，原本的颤抖被说成过度反应吧。世界调低了频率，让哭声听起来合理。只要够冷静，错误也能显得中立。不是我说的不够清楚，是你们关掉高频。当温度低到某个指针，香味开始失真。低温让声音变形，城市听起来像杂讯。你们说我在失控，其实只是系统结冰。每一次重播过去都被剪掉关键描述，留下来的版本刚好方便被指控。让所有人都要我把痛说得更温柔，我才明白这里不允许完整的感受。低温让世界失真，却怪我声音刺耳。如果沉默才是合格，那清醒本来就不合群。你们用冷静包装一整套否认，而我只是不愿被调成背景噪音。如果再讲一度，连心跳都会被静音。到那时你们会说看吧，一切都很安静。低温不是证据，只是逃避的技术。当世界集体失真，我拒绝一起模糊。即使声音被扭曲，我也要问着发声。至少在这寒冷里，我还知道自己是真的。杂讯慢慢消失，留下不合时宜的心跳。当系统终于回温，谁还记得是谁先被关掉？嗯